白沙画楼前面的大楼麻烦叫价哈。好，来陈世阳，一边站，来，不先生，陈世阳，我们请来啊，刚才现在的店给他摆起来，大家摆起来。谢谢各位，为了感谢咱这大家好咯，以及咱这红桥所的这桥牌生活的辛苦，而且这边咱有各位中间的朋友们，而且在座来自12个的县民，你今日拢是把这个所有注意话讲，希望你特别大家拢当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了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Oh, kamu lah, sisi. Kamu.